現在揸車去附近嘅九龍埔近代文化歷史街，又名日本人家屋路。呢個景點就係拍攝電視劇《山茶花開時記》場地。泊好車，過馬路，對面就係日本人家屋路。由於佈置較似日本風味，所以才叫日本人家屋路。大家記得條樓梯嗎？男女主角坐喺度拍攝宣傳照。行上去睇下有乜嘢，原來係有兩個主角嘅合照。亦有九龍埔嘅地標龍。仲有個寺同埋個塔，由於時間尚早，好少遊人。條街有左右兩邊，拍下劇中嘅背景同埋店鋪，回味一下劇中嘅畫面。
由於唔係好大，店鋪未開門，15分鐘都行完。要去下一個景點。